高中的学测才拄考煞尔，煞落来聊聊，伊阁着国中的要来考啊！今仔日咱就来教大家算一题2019年数学科国中会考第26题。In case you are a beginner in Taiwanese, we have English subtitles. 这条宿题是安尼：伫咧四分角坐标有一条牵线，伊的顶点号做 C， 坐标是-3、0。这条牵线和 y 平平字伫咧点 A 搁点 B 相拄。三角形 ABC 拄啊好正三角，安尼要问讲这条牵线和 y 线伫咧对搭相拄，这个动作叫做牵。牵出去的物件伫半空中画出这个形的线，就叫做牵线。大声，咱通设想这条牵线叫做 y 平平 a 乘 x 加3别乘2。搁过，咱对点 C 画一条 y 平平字的曲笑线，含伊伫咧点 P -3 字相拄。这支叫做曲笑，这款90度的角就叫做曲笑角。安尼线十 CP 的长就2，角 CPA 是曲笑角 ，PAC 60度。就安尼线十 CP 比线十 AP 就3别乘2分之比1。线十 CP 的长是2，安尼 AP 的长就3个平方根分2，安尼得到点 A 的坐标3个平方根分2减3 2。咱正甲点 A 落对头啊，设想迄条牵线，咱就通得到 A 平平2分3。安尼叫做平，安尼叫做平平。台语讲平平，原在就有共款的意思。搁过，即摆咱题目要问的，这条牵线和 y 线伫咧对搭相拄，就安尼 x 坐标定着0，x 平平0甲落对这条牵线，得到 y 平平2分27。安尼咱就通知这条牵线和 y 线伫咧0、2分27相拄。大家拢会晓啊吼，安尼就足够为囡仔姊、囡仔兄考试顺利。